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會講2015年 DSE 嘅閱讀理解題目，就真係新鮮滾熱辣啦！我都係今個禮拜頭先收到嘅啫，咁就有啲時間就可以做一做。呢篇未有考評報告嘅，即係話如果我做錯咗，大家可以半年之後攞住份考評報告鞭我試。不過我諗都冇咁容易嘅，因為一嚟我可能唔會點錯啦，二嚟就算我錯呢，我應該都會有方法去解釋到嘅。就唔好講咁多閒話啦，就一樣啦。份卷呢，我就已經放咗喺我嘅網站度噶啦，咁大家可以喺個連結入面去睇翻嘅，個答案都有噶啦。咁一樣啦，都係睇題目先。題目係我們都以為自己會是小說嘅主人公，都好明顯啦，就好似講咗啲同小說有關嘅嘢啦，可能係一啲文學嘅判斷啦。咁我哋唔知道啲咩嚟嘅。咁第二步唔好睇篇文先，又一樣睇題目先。咁應該題目上面呢就會話到俾我哋聽，究竟佢大概呢篇文係想講乜噶啦。第9題即係第一題啦，就叫你分段，就簡單啲嘅，就冇去叫我哋去寫段落大意啦。第10題第2段，作者藉住局外人主角拔爾索嘅故事說明小說有什麼價值。我哋見到呢度小說有什麼價值，可能我哋要呢篇文要留意嘅。繼而有啲咩關鍵詞呢？有人生係冷漠虛無，有人生係幸福期盼安慰尋找意義。我就咁睇，我會覺得可能係偏向負面啲嘅，因為可能太正面嘅就其實冇乜需要去寫文去講嘅。11題第3段，作者話喺現實裏面，人們總是逃避這神奇的一刻。咁人們逃避緊嘅係啲乜嘢時刻？唔知道。12題本篇第一部分運用了對比手法說明小說嘅價值，咁我哋要講對比手法。就咁睇，暫時嚟講啲題目都唔深嘅，都唔係問啲深嘢，都係問啲寫作手法啊，問啲字詞啊。13題作者話文學嘅目光係要讓人看清事物會有與別不同嘅領悟，是就這塊土地荒草淒迷呢個情景為例，個重點係與別不同嘅領悟啦。咁我哋睇到呢度大概就發覺應該呢篇係說明文，係議論文，佢冇乜事件嘅，好直接就講道理，而呢個道理同文學有關，同小說有關。第14題是指出以下事例分別說明了小說有什麼作用。有咩作用呢？看到事物嘅關聯同意義，了解到時間嘅向度，對現實更為具體了解，可以幫助面對孤獨無助嘅處境。全部都似嘅，全部都有關呢啲文學賞識嘅。然後我見到有2個事例，有卡夫卡同埋百年孤寂，咁我估大家同學未必睇過佢哋嘅嘢，或者都唔知呢啲係咩嚟㗎啦，咁就唔緊要啦。15題以下邊一項係本篇說明手法，破立兼備，以小見大，夾敘夾議，旁徵博引。咦，我哋睇到呢度呢，發覺呢篇都幾簡單喎，佢冇好深嘅哲理嘅，都係一啲寫作手法嘅設問，問佢用咗咩修辭，佢嘅說明手法係點樣，叫你做詞語運用，咁應該都好直觀嘅。好，睇完個題目就直接去睇篇文啦。咁篇文一樣啦，如果有上我堂我都講過嘅，就唔好由頭睇到尾，由尾開始睇上嚟，咁睇下最尾嗰段佢究竟講緊啲咩大道理先。第10段，你一旦具備文學嘅目光，就唔會再失去佢，好似漫威英雄裏面無意中獲得嘅超能力。你會發現萬事萬物之間微弱嘅聯繫，所有枝微末節，哪怕空氣中嘅塵埃，都喺微弱嘅電流裏面交談。呢度文學嘅目光係關鍵詞。繼而就你會發現時間唔係線性咩幻覺啦。我哋見到有百年孤獨，頭先有間低過嘅。繼而就
到最尾見到有3個時間點，過去、現在、未來，都唔係好清楚佢講乜，好似有啲深。睇埋第9段啦。同一塊土地，植物學家會辨認到花草蕨類，廚師見到係食材，房地產見到係乜乜乜。咁我哋見到植物學家啦、廚師啦、房地產商啦，就咁睇呢，應該全部都係例子嚟嘅。文學係見到嘅就係呢個過去、未來同遼闊嘅細節，呢個重要啲啦。繼而有啲描寫點樣草鍥喺夕陽之下吱吱作響，小鳥又點樣喺雪地裏面留下揭形爪痕，百年土地嘅戰場又會芳草淒微，又會變為塵土。咁所以呢度應該重要嘅都係中間嗰句，文學見到嘅係呢片土地嘅過去與未來，後面第10就係有文學嘅目光。睇埋第8段啦，文學唔提供正能量，唔係有腹有詩書氣自華嘅美容美髮，佢係提供一種目光，一種目光好重要。所以睇到呢度呢，都睇咗後半嘅1/3，大概明白佢就係講呢篇文就係話文學有一種目光，呢種目光應該係同一般嘅角度與別不同嘅。但係就咁睇都未完全明白究竟最尾嗰幾段同埋個篇名有咩關係。唔緊要，由頭睇到落尾啊！小說裏面嘅人係點樣生活嘅呢？喺小說入面會有個咁嘅時刻，有咩時刻呢？就係主角醒悟，佢醒悟係點啊？脫離自身，脫離故事，好似喺作家筆下裏面掙脫出嚟，置身度外，看清一切事物。第一句係重要嘅。然之後，但係我哋見到後邊呢，了不起嘅蓋茨比亞局外人呢，你都見到係例子嚟嘅，所以呢，可以飛咗佢，唔使理佢先。如果我哋明第一句嘅話，第3段我讀小說嘅時候，總係喺度期待呢個神奇嘅一刻，主人公對自己經歷嘅一切提出懷疑，推翻過往嘅生活，世界隨之震動。咁呢句呢，佢引好咗。喺現實入面，我哋總係逃避咁樣嘅時刻，我哋努力唔去盤問自己，唔去質疑自身嘅遭遇，我哋會想盡辦法自我欺騙，將視線牢牢釘死喺腳下嘅嗰塊地方，只係去考慮具體嘅生活。都係重點，就係我哋唔會去質疑呢個世界，我哋淨係考慮具體生活，我哋會自我欺騙。暫時呢個都係做緊小說同埋現實嘅對比。第4段生活係個陷阱。王小波寫任何一種負面嘅生活方式都有好多亂七八糟嘅細節，令到佢變得好有趣。人呢，就喺呢種趣味之中沉淪落去，從根本上面忘記呢種生活需要改變。其實王小波呢句就咁睇應該唔係好明，何況大家喺考試嘅時候個壓力咁大之下呢。所以我哋間前面嗰句生活嘅具體係個陷阱，應該陷阱係重要嘅。我本身仲讀小說㗎，但係而家唔讀啦，小說都係假嘅。我仲係更願意看一看歷史、哲學、經濟方面嘅書。我成日聽到人哋咁講，有人話小說係假嘅，作者同唔同意呢？唔係啊，唔係咁㗎。咁作者唔同意小說係假嘅，佢同意咩？佢令到生活變得更加真實。繼而又講王爾德講過啲乜乜乜乜乜啦，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喺呢段時間，大自然變得越嚟越好似科羅筆下嘅風景畫。呢句話係講畫家科羅提供咗一種看待自然嘅目光。看過科羅嘅畫之後，觀眾亦都可以看清風中嘅不足。觀眾可以看清風中嘅不足。小說都一樣，咁一樣都係看清不足。喺某啲時刻，我哋會發現生活變得越嚟越好似卡夫卡嘅小說。咁大家唔明卡夫卡嘅小說，隔離冇意思。喺卡夫卡故事裏面，以後面有講，人如果醒嚟呢，就係處於一個巨大沒有出口嘅迷宮，變成人人嫌棄嘅甲蟲。或者係無從辯解、無處申冤、無辜無解嘅犯人，呢啲重要啦。
喺卡夫卡出現之前，當我哋面對巨大且不可知嘅力量，嗰種孤獨無助嘅狀態不曾被命名。咁即係話卡夫卡有咗之後，有文學之後就可以有孤獨無助嘅狀態被命名。繼而後面就講嗰種目光。好，咁睇到呢度，暫時就我諗有個概括嘅印象就係佢用小說用文學去講現實生活。之後我哋就睇睇個問題係問緊啲乜嘢嘢，咁所以啦，佢一開始都叫我哋分段嘅，咁分成3個部分點分呢？呢個都係我講過好多次，就係大家呢唔好睇佢點樣建議我哋分段先，因為好多時候咁樣會誤導咗我哋啊！我哋按翻自己嘅能力，按翻自己嘅判斷，分翻開你覺得篇文係幾多段有幾多段，邊度有分別就邊度有分別，就試下咁分開咗先。睇一睇啦，第一句係問句小說裏面嘅人如何生活。既然第一句都問咗啦，咁我就自然會期待住第一部分都係講緊小說裏面嘅人點樣生活啦。所以第一段係啦，第二段一定係啦，第3段係唔係呢？係唔係小說嘅人現如何生活呢？就唔係嘅，第3段開始講緊自己嘅係點嘅。咁所以呢，我做嘅時候呢，當時我都會覺得，有冇可能喺第2段度畫一畫分先？一同二之間，我覺得有唔同嘅。第3，我讀小說嘅時候，總係期待神奇嘅一刻。佢讀小說嘅時候發生咗啲咩事？佢話人呢就係自我欺騙嘅。繼而生活具體係陷阱，繼而又講點，呢個同自我欺騙又好似冇關係喎。我見到第5段我原本讀小說，而家唔讀，小說係假嘅。第6段話唔係咁噶，小說係真嘅。咁第5、6段一定係黐埋一段啦。咁既然係咁，第7段係唔係都講緊小說嘅好處，小說嘅真實呢？就喺卡夫卡嘅故事入面，佢又點，咁我見到第5至7都係一個部分啦，因為第7係去上承支持緊第5、6段講嘅嘢嘅，都係個例子嚟嘅。好，第8段文學唔單止提供正能量，佢仲提供目光。我哋見到有目光呢個字，頭先都講過噶啦，就係佢後面第8、9、10都係目光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幾肯定第8到10呢係一個新嘅段落嚟嘅。然之後我就睇睇啦，我咁分1、2、2、3、4、5、6，但係我覺得3、4、5、6、7咧都唔係完全關事啊，因為好明顯第5、6、7係講緊小說嘅假嘛，然之後第3、4係講緊生活嘅虛偽、生活嘅陷阱啊嘛，咁所以呢，我係會喺第5段呢度呢，就再加多條線。咁我分咗4段咯，4段1、2、3、4、5到8，然之後我哋睇睇題目，咦咁佢得3部分啫喎，咁點做好呢？咁我哋呢個時候先去對比下我哋嘅答案啦。我將個 mon 就分開咗兩邊嘅，左邊係文，右邊係題目。我頭先講咗，我好確定第8到10一定係一個部分，因為佢講提供一種目光，所以呢，就剩翻A 同埋 C 係有可能嘅啫，因為 A 同埋 C 第3部分係第8至10段，咁呢度中間就係睇下佢點啦。我覺得第5同6、第5、6、7係肯定係一個段落嘅喎，咁點呢？但係第4同第7會唔會有機會係呢？嗱，我都唔扮我唔識啦。但係因為我頭先備課嘅時候呢，其實我諗我用咗少少時間，都用咗幾分鐘去思考究竟第4段係屬於上面嗰部分定下面嗰部分。因為第4段太過虛無縹緲，唔知佢講緊乜。因為佢係生活係個陷阱，同上面第3段有關啦。咁但係第4、第5、6、7都係講緊啲生活啦，佢讓生活變得更加真實，又好似回應緊啊。咁而我到最尾點樣解決呢？就係我見到第3段佢中間嘅主旨呢，係講緊我哋會去欺騙自己，生活係假嘅，係唔真實嘅。然之後佢第4段繼續講生活具體係個陷阱。我當時都未咁快清楚到黃小波呢句係講乜嘅。
咁但係大概我見到係陷阱，然之後佢係話緊生活嘅問題，然之後第5、6、7就係好明顯簡單咁回應緊一個段落一個陳述，所以我覺得呢1到4係一個部分嚟嘅，然之後5到7、8到10咁都係呢句啦，我覺得嘅啫，可能係錯嘅，咁就睇下到時我係咪錯啦。咁我覺得呢個係 C 嘅。雖然題目唔使我哋去做內容大意，咁不過我都照寫去俾大家睇，俾大家方便理解。希望同學都可以有呢個習慣，就係睇完篇文，就算佢冇叫你去分段，冇叫你做內容大意，自己都問一問自己，每個部分究竟佢講緊啲乜？咁你知道佢講緊啲乜，你自己做卷，你自己睇書都會容易啲、輕鬆啲嘅。第一部分頭先分咗1至4係講咩呢？以小說裏面嘅主角如何生活為題，指出小說嘅人物會有覺醒時刻，但係我哋現實生活呢就唔願意去改變，會自甘墮落。第二部分第5至7段反駁別人認為小說虛假嘅宣稱，指出小說令到生活變得更真實，好似卡夫卡嘅小說，我哋會發現自己孤獨無助嘅狀態。第3部分8至10段指出文學可以提供看待世界嘅目光，令到人發現萬事萬物嘅聯繫，並以百年孤寂為例去說明呢種目光可以穿透時間。應該大家睇呢個表就會更加理解到究竟篇文講乜嘅。咁我哋逐條睇下啲題目啦。第10條喺第2段，作者藉住局外人主角墨索爾嘅故事說明咩價值呢？咁我哋逐個睇啦。第2段有講嘅最尾啦，局外人裏面始終貫台嘅密爾索喺臨刑嘅前夜，忽然從冷漠同埋虛無之中醒咗過嚟，第一次向冷漠嘅世界敞開心扉，感到過去曾經係幸福嘅，現在仍然係幸福嘅。應該睇呢個就做到題目噶啦。係唔係第1A 呢？人生係冷漠同虛無，佢話從冷漠同虛無中醒了過來，就唔會係人生冷漠同虛無啦。令人敞開心扉，體會人生係幸福嘅。咦，佢到最尾好明顯講，感到過去曾經係幸福嘅，而家都係幸福嘅。呢個可能係答案，我哋保留住佢先。C 令人逃避現實並找到安慰期盼，唔會係啦，因為我哋見到個主角第2段雖然唔係直接指局外人，但係佢呢度講成段嘅意思係主角忽然醒悟咗，佢醒咗，看清事物，咁應該冇理由係逃避現實嘅。D 又會唔會係呢？讓人們重新思考人生並尋找意義，都係，因為佢醒悟咗，佢看清事物，從冷漠同虛無之中醒了過來，又敞開心扉，以前係而家係都感受到。兩個答案都似，咁揀邊個呢？其實我教小學生嘅時候呢，我都有咁講過嘅。你揀一個包含得最深、最有意義、講得最多嘢嘅。喺 B 同埋 D 之間，邊個包含得最深呢？應該係 D，因為 B 其實係好 specific，淨係講嗰個情況，佢當時幸福，佢當時敞開心扉。咁但係佢話小說嘅意義啊嘛，更加大嘅就係咁咪就係重新思考人生同尋找意義咯。你未必係幸福，不過你總之揾到樣嘢，咁呢個都係小說嘅價值嚟嘅。11題同詞語運用有關嘅。喺第3段，作者話喺現實裏面，人們總是逃避呢種神奇嘅一刻。人們逃避嘅係乜嘢？答案係2個字，逃避嘅係咩呢？究竟乜嘢係神奇一刻呢？我哋又睇下篇文啦。第3段，我讀小說嘅時候，我總係期待呢個神奇嘅一刻。神奇嘅一刻係點啊？對自己經歷有懷疑有推翻之後，下面佢唔會質疑自身嘅遭遇，想盡辦法自我欺騙，即係醒過嚟啫嘛。會懷疑會推翻自己生活。而家啲人就唔質疑自己遭遇，咁即係會質疑即係神奇一刻啦。咁而家啲人想盡辦法自我欺騙，咁即係唔會自我欺騙啦，即係誠實面對自己啦。所以呢個唔知大家諗唔諗到一啲同義詞？我當時就會諗到係覺醒嘅時刻。咁當然我都唔知到最尾個答案係點啦。咁但係我相信你講覺醒、講醒悟、講清醒應該都係可以，都係呢個意思，就係你突然之間叮一聲你醒咗個人。12題，
本篇第一部分運用咗對比手法說明小說嘅價值，是加以說明。對比手法，我哋睇下本篇第一部分係啲咩先啦。本篇第一部分咪呢度咯。小說嘅人係點樣生活嘅？我哋頭先有分段噶嘛，有1至4啊嘛。咁呢度都有啲出奇。如果你之前錯咗呢度，可能會有啲影響，不過應該唔大嘅。第1至4你見到點樣對比呢？佢話小說嘅人如何生活，然之後第3段就係主角係點嘅。咁但係現實裏面我哋唔係咁嘅。所以啦，個對比咪就係小說同埋現實嘅對比，生活係點，小說係點咯。所以要寫嘅點寫呢？作者將小說主角同埋現實生活嘅人做對比，前者會覺得有覺醒嘅時刻，後者就會欺騙自己。有講前者講後者，講清楚對比緊啲乜嘢。藉住呢個對比就指出啲乜嘢，指出真實世界嘅提醒嚟嘅。我哋要提醒人唔好淨係考慮具體生活啦，我哋要喺生活中做出改變。咁呢個就小說嘅價值。13段，作者話文學嘅目光令人看到事物會有與別不同嘅領悟，是就呢塊土地荒草淒迷呢個情景為例去說明。大家睇嘅時候呢，可能會將個焦點聚焦喺文學嘅目光啊，或者呢塊土地荒草淒迷，但係咧，我哋要更加留意嘅咧係與別不同嘅領悟，因為我哋就係要講有幾與別不同啫嘛。咁最尾嗰段係講乜嘢？有咩與別不同嘅領悟啊？呢塊土地荒草淒迷係啲乜嘢啊？最尾一句啦，呢塊土地8年之前係戰場，幾百年之後荒草淒迷，白骨變成塵土。點寫呢？呢個同文學嘅目光有關啊嘛，即係我哋用文學嘅目光會點樣影響咗我哋看待同一塊土地嘅事情啊嘛。所以呢，我哋首先講咗文學嘅目光係啲咩先啦。咁你咪照抄翻第10段裏面所講，文學嘅目光係為人提供新領悟，令人發現萬事萬物之間微弱嘅聯繫，察覺所有枝微末節，可以以唔同嘅角度看待同一種事物。咁你大概其實係將第10段去譯翻出嚟啫，大概都係發現聯繫啦，又可以用唔同嘅角度睇同一種事物啦。講咗何謂文學嘅目光先，繼而就再講啦。咁點樣喺個事例度見到有唔同嘅領悟？點樣見到荒草淒迷係適用喺呢個情景呢？咁第9段前面都講咗㗎，佢話同一塊土地有好多唔同嘅類型，有花草，有高樓，有過去與未來，有草蛇小鳥。咁你咪照寫啦。就如同一塊土地可以係孕育花草嘅沃土，亦都可以係建築商嘅搖錢樹，或者可以係流血成河嘅戰場。有咗呢個文學嘅目光，就可以發掘平凡生活不為人知嘅種種。咁都係照寫翻文學嘅目光，其實冇乜深嘅，只不過呢，你發覺都係轉咗啲字眼嘅。其實我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嘅。咁大家明白，有時題目根本就係咁，佢只係轉個文法，叫你用自己嘅說話寫翻篇文詞出嚟啫嘛。14題寫咗手法，是指出以下事例分別說明小說有啲咩作用。A. 見到事物嘅關聯同意義。B. 理解時間嘅向度。C. 對現實嘅理解更具體。D. 面對孤獨無助嘅處境。有兩個故仔，咁兩個故仔逐個睇啦。第7段喺卡夫卡嘅故事入面，人一旦覺醒就會發現自己係處於巨大嘅沒有出口嘅迷宮，變成人人嫌棄嘅甲蟲，無從辯解，無處伸冤，無辜無解。繼而未有之前不曾被命名，咁頭先我講咗啦，咁即係有咗佢可以命名啦。咁呢個命名係點呢？咁呢好難去逐個解釋噶。我只能夠咁講，我好有 sense 咁呢，我就會大概睇到係 C，就係對現實嘅理解更為具體，因為就係頭先講咗佢有咗之後佢可以被命名啊嘛，可以被命名即係知道嗰樣嘢係啲咩嚟噶嘛。咁其他嗰啲都唔係噶嘛，係咪啊 ？A、B 都係咯，佢冇講時間，佢冇講關聯同意義，咁得 D 係有可能啫嘛。咁係咪面對孤獨無助處境？咁係孤獨無助，但係有冇幫手面對呢？冇幫手面對過噶嘛。咁即係所以14個答案係 C。繼而啦，
下面百年孤寂嗰個開頭又係乜嘢狀態呢？百年孤寂頭先其實已經講咗噶啦，發現萬事萬物之間微弱嘅聯繫，發現時間唔係線性，有3個時間點，所以呢度呢，得 A 同 B 係關事嘅啫，因為 C 同 D 其實係卡夫卡，A 同 B 關事嘅，又係啦，有關聯同埋意義，有時間同維度，同頭先幸福嗰條有啲似啊，又係全部都有講過嘅喎。咁邊個答案啱呢？一樣啊，都係講緊最深層次意嗰個，最多連結、最廣泛包得最多個。咁如果你淨係寫時間點，咪淨係喺呢一個例子裏面用嘢咯。咁但係呢個講緊小說嘅作用好大噶嘛，咁大嘅嘢應該係 A， 見到事物嘅關聯同埋意義。15，以下邊一個係本篇說明手法嘅特點？破立兼備，以小見大，夾敘夾議，旁徵博引。我啱啱做嘅時候望到都驚驚地，究竟佢想點呢？逐個睇下咯，會唔會破立兼備呢？咁記得我有做過段落大意嘅，第2部分個段落大意就係咁啦，反駁別人認為小說係虛假噶嘛，繼而指出小說令到生活變得更加真實。咁呢個係破立兼備啊？係咪以小見大呢？我都有諗，喂，會唔會係講緊小說嘅小見道理嘅大啊？有機會係，佢講得通噶嘛？又保留住先。夾敘夾議係咪呢？咁佢冇講真實事件啫，但係佢都有講好多故事啊嘛。咁呢啲故事都可以係敘啊嘛。咁有講議論，得唔得呢？都有保留住咯。旁徵博引係咪呢？旁徵博引一定係。有好多事嚟嘅，我哋見到佢一段呢，一篇可能1000零字，佢好多用好多唔同嘅名嘅。了不起嘅蓋茨比用書，局外人、百年孤獨都係書，繼而有作者名稱王小波、王爾德、卡夫卡，仲有隱詩，腹有詩書氣自華，所以一定係 boy 噶，應該冇乜可能錯嘅。所以咧，第一篇就完成咗啦，就一休息，我就出第2條片，會再講第2篇嘅。所以呢度咧都係攞少少時間做宣傳。如果各位同學對於閱讀理解想認識更多，如果你淨係做 DSE 嘅卷你覺得唔夠嘅，就好歡迎可以去參加呢一個閱讀理解常規課程。個模式同我而家講嘅都有啲似，咁當然我會再講得深入啲啦。我會精選咗一啲文章去同大家去做閱讀理解嘅。如果就算唔上堂啦，咁但係你有緣聽到你聽咗幾段片，你可以嘅就 like 啊、share 啊、subscribe 啊，都係做埋呢啲，咁就幫我，就令到我唔會餓死啦。